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家睇呢本書 Sebastian Mallaby 寫嘅無限機器，副題係 Gemini 推手 Demis Hassabis 嘅超級智慧長征。你有冇試過好想做出一番成績，所以休息嗰陣反而覺得內疚？你有冇將盡力理解成一定要做到攰，做到冇晒自己先叫問心無愧？又或者你一直想揾人生方向，但越想揾一個偉大嘅答案，就越唔知第一步可以做乜？今集想借 DeepMind 創辦人 Demis Hassabis 嘅成長故事，思考三件事：使命點樣帶向前，努力點樣變成自我消耗，同埋我哋點樣靠小實驗慢慢行出真正想走嘅路。使命可以令人集中，但唔可以吞噬成個人。書入邊形容 Demis Hassabis 將自己投放入一個巨大嘅使命，解決人類問題，理解現實嘅本質，最後走向打造 AI。呢種方向感非常強，令佢願意長時間工作，將能力集中喺一件相信值得做嘅事上高。我哋未必想建立人工智慧，但好多人有自己嘅版本，可能係升職創業、照顧家庭，或者證明自己冇揀錯路。使命會令人捱過困難，亦會令人覺得今日嘅辛苦有意義。書入面有一句話，佢咁講：如果要解決重要問題，邊有時間可以浪費？當呢句話變成人生嘅唯一規則，食飯、休息、朋友，甚至單純開心一日，都可能被定義成為浪費。最後你唔再係一個有使命嘅人，而係一件可以執行使命嘅工具。使命本身唔係有問題啊，真正留意嘅除咗成果，你仲容唔容許自己有其他價值？當你今日冇產出，你仲識唔識點樣同自己相處？盡力唔等於要將自己逼到崩潰。Demis Hassabis 細個嘅時候，佢爸爸同佢講，輸贏唔緊要，最緊要係盡最大嘅努力。聽落呢一句係鼓勵，但係佢將呢句話理解得非常極端。如果完成之後仲企得起身，可能代表仲未夠努力啊。呢種諗法喺職場其實好熟悉。做完一單 project，如果有精神食飯，就覺得自己係咪唔夠投入；放假唔覆信息，就擔心人哋覺得自己唔上心；見到同事凌晨仲在線，就懷疑自己係咪偷懶。作者呈現嘅故事提醒我哋，全力以赴同埋自我消耗並唔係同一件事。前者係將資源投放去重要嘅方向，後者係用痛苦證明自己有價值。真正可持續嘅努力需要中間模式，今日可能係100%，聽日可能係60%，有時推進，有時恢復。休息唔係努力嘅反面，而係令你下次仍然有能力選擇努力。如果長期壓力已經影響睡眠、情緒、工作或者日常生活，單靠意志力捱落去未必係答案。揾可信任嘅人或者合資格嘅專業人士支援，本身都係認真面對問題嘅。人生方向通常唔係諗出嚟，而係試出嚟。Demis Hassabis 唔係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會創立 DeepMind， 佢先由西洋棋接觸電腦程式，再繼續嘗試黑白棋遊戲，之後參加遊戲設計比賽，進入工作室，最後喺模擬虛擬角色嘅過程入面，見到遊戲同 AI 點樣可以連接。書入面講到，遊戲成為佢探索人工智慧嘅試驗場，棋盤細，規則清楚，卻足以測試電腦點樣理解局面，衡量選擇，再揀下一步。如果將呢個意思放返喺日常生活，我哋揾方向嘅時候，可以先為自己整一個小型嘅試驗場。你想轉行，唔一定要即刻辭職，可以先完成一個小嘅實驗，可以先完成一個真實小項目。你想做內容，唔需要先設計5年品牌嘅策略，可以先發佈3條作品啦。你想知道自己適唔適合做管理，可以先帶一個短期嘅合作。細實驗唔保證成功，但會提供真實嘅資料。你會知道自己中意乜，做到啲乜，願意為乜捱過困難。方向唔再只係喺腦入面一個完美嘅答案，而係一路做一路修正出嚟嘅結果。3個行動建議：寫低你目前最重要嘅使命，再列出2樣即使冇產出仍然值得保留嘅生活價值。下次準備搏盡之前，先定義完成嘅標準同停止時間，避免用疲憊嘅程度
證明自己夠努力，為一個想探索嘅方向設計7日小實驗，完成一件可以俾真實世界回應你嘅作品或者行動。Demis Hassabis 嘅故事令人佩服，令人警醒啊！使命可以令一個人將天賦變成貢獻，但如果冇界線，同一股力量亦可以將人推到只剩低任務。你唔需要今日就揾到一生嘅使命，可能更重要嘅，揀一個值得測試嘅方向，認真行一步，同時保留一個完整嘅自己繼續行落去。今集想留俾你嘅問題係：你而家努力緊嘅方向係你更接近自己想成為嘅人呢？定係令你慢慢唔見咗自己？如果今日呢集內容有邊一句觸動到你，或者幫到少少忙，歡迎訂閱我哋嘅讀書日誌，同埋順手俾個 like 呢集內容。你嘅支持對我真係好大嘅動力。我哋下集見。